高铁安静车厢的政策，民众批评对囡仔无友善。高铁董事长苏德强调，这款制度并无包括囡仔。接落来，高铁调整执行方式，和亲子团体对话。相关网站反映高铁临近车厢对囡仔环境无友善，铁路局伫9月中发函台湾高铁，要求检讨相关规范。真济上路特别一个月，高铁董事长苏天去立欢喜报告成效甲宣传形象措施个定清，这制度毋捌针对有囡仔族群。育儿族认为说被针对，尤其这个政策推出来的时候，就不是要针对育儿族嘛。他从头到尾就没有针对育儿族。好，高铁啊，我认为还是有失职之处，没有明确的来跟亲子团体来对话。我们会更加的宣导有关于这个宁静车厢跟友善亲子共存呐。好，也就是说，亲子友善除了是高铁的执行方式之外，也是整体我们国人旅客大家也要包容。伊指出已经取消网台临近车厢小卡改用，堪负州成宣导也加强服务人员沟通技巧，亦开发更较侪亲子所在来合作家长安搭囡仔。针对当年空服员破病得勤了后不幸过身，引起请假制度无优先等记录，这些平台要求运安会应该协助优化航空业排班。如果是一直连续有这个班表造成疲劳风险的话，这个确实是要做风险分析。那我们会跟民航局来协调，看我们怎么样协助他。公安会回应民航局对航空业出勤有综合机制，运安会有疲劳分析软体研究化参考，会联络民航局提供必要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